大家好，呢度係搖太陽粵語培訓中心，我係許老師。提高篇常用俗語短句對話第33堂課，好地地。佢上晝仲好地地嘅，乜下晝就話住咗院啦。佢上晝仲好地地嘅，乜下晝就話住咗院啦。他上午還好好的，怎麼下午就住院了？佢上晝仲好地地咁，乜下晝就話住咗院啦。佢嘅血壓一直有問題，醫生話要住院觀察幾日。佢嘅血壓一直有問題，醫生話要住院觀察幾日。他的血壓一直有問題，醫生說要住院觀察幾天。佢嘅血壓一直有問題，醫生話要住院觀察幾日。血壓嘅嘢可大可小㗎。血壓啲嘢可大可小㗎。血壓的事可大可小的。血壓啲嘢可大可小㗎。係啊，飲食、休息同情緒管理都好重要。係啊，飲食、休息同情緒管理都好重要。是呀，飲食、休息和情緒管理都很重要。係啊，飲食、休息同情緒管理都好重要。佢上晝仲好地地嘅，乜下晝就話住咗院啦。佢嘅血壓一直有問題，醫生話要住院觀察幾日。血壓啲嘢可大可小㗎。係啊，飲食、休息同情緒管理都好重要。佢啱啱好地地，為乜忽然就喊㗎？佢啱啱好地地，為乜忽然就喊㗎？他剛剛好好的，為什麼突然就哭了？佢啱啱好地地，為乜忽然就喊㗎？哦，冇事嘅，佢嘅移民申請批咗落嚟啦。哦，冇嘢嘅，佢嘅移民申請批咗落嚟啦。哦，沒事的，他的移民申請批下來了。哦，冇嘢嘅，佢嘅移民申請批咗落嚟啦，好事啊，但係唔使咁誇張啩。好事啊，但係唔使咁誇張啩。好事啊，但是不用這麼誇張吧。好事啊，但係唔使咁誇張啩。佢申請嘅係家庭團聚，等咗好多年，情緒激動可以理解。佢申請嘅係家庭團聚，等咗好多年，情緒激動可以理解。
他申請的是家庭團聚，等了很多年，情緒激動可以理解。佢申請嘅係家庭團聚，等咗好多年，情緒激動可以理解。佢啱啱好地地，為乜忽然就喊㗎？哦，冇嘢嘅，佢嘅移民申請批咗落嚟啦，好事啊！但係唔使咁誇張啩。佢申請嘅係家庭團聚，等咗好多年，情緒激動可以理解。好地地件衫，點解俾人啫？好地地件衫，點解俾人啫？好好的衣服，為什麼送人呢？好地地件衫，點解俾人啫？依家潮流唔興呢種款式啦。依家潮流唔興呢種款式啦。現在潮流不實行這樣的款式了。依家潮流唔興呢種款式啦。件衫仲好新淨，你都冇着幾次。件衫仲好新淨，你都冇着幾次。這件衣服還很新，你也沒穿過幾次。件衫仲好新淨，你都冇着過幾次。你唔好咁老土啦，舊嘅唔去，新嘅點嚟啊？你唔好咁老土啦，舊嘅唔去，新嘅點嚟啊？你不要這麼老土了，舊的不去，新的怎麼來呀？你唔好咁老土啦，舊嘅唔去，新嘅點嚟啊？好地地件衫，點解俾人啫？依家潮流唔興呢種款式啦。件衫仲好新淨，你都冇着幾次。你唔好咁老土啦，舊嘅唔去，新嘅點嚟啊？呢隻股票前幾日仲好地地，乜今日跌得咁慘啊？呢隻股票前幾日仲好地地，乜今日跌得咁慘啊？這個股票前幾天還在上漲，怎麼今天跌得這麼慘？呢隻股票前幾日仲好地地，乜今日跌得咁慘啊？好彩我冇買，我早就有預感。好在我冇買，我早就有預感。幸好我沒買，我早就有預感。好在我冇買，我早就有預感。得啦得啦，時候諸葛亮。得啦得啦，時候諸葛亮。行了行了，事後諸葛亮。得啦得啦，時候諸葛亮。不過你唔使慌，好股票揸喺手，始終會翻身嘅。不過你唔使慌，好股票揸喺手，始終會翻身嘅。
不過你不用怕，好股票拿在手，始終會翻身的。不過你唔使慌，好股票揸喺手，始終會翻身嘅。呢隻股票前幾日仲好地地，乜今日跌得咁慘啊？好在我冇買，我早就有住咁。得啦得啦，事後諸葛亮。不過你唔使慌，好股票揸喺手，始終會翻身嘅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呢個粵語教學系列，請點讚同訂閱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同建議，請留言。如果你想要進一步學習粵語，請添加許老師嘅微信號 JUNXU49。多謝你個關注同支持。